这个所在大家一定拢知影，但是第一安怎讲就无一定啊，你用啊。 Q 的嘛？第一个毋是 Q。干，妈的哦！卖生气哦，你市场啊，你讲安尼，你即摆赢哦。讲问好哈。啊，拄啊，咱数学嘛拄过，音乐嘛拄过，医学嘛拄过。嘿啊，，还有迄运动的，运动嘛有啊。对。哦，啊，你希望什么会来甲咱问？我希望是这演艺界题目啊。哦，新闻呐，演艺界新闻，演艺界。我就知影你足八卦。啊！你甲我讲，观众朋友，你无八卦，我凊彩你。真正的大家拢爱543啊，对，就是543你第一就爱543。好，来手跟个两个点名，然后讲请手台咱等下当起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我要出题哦，来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潘兆文。最近伫新闻当中，一直有台湾的少年人哄骗去国外做歹代志，大家爱注意。请问发生这件代志的国家是伫倒位呢？请问最近吼新闻内底足侪少年人被骗去国外，请问这个国外是倒一个国家咧？多一个国家咧，来，咱请抢答。简简来，我是爱讲国语，也是爱讲台语。讲英文买当啦，这样买通。台语哦，嘿，这个所在大家一定拢知影，但是第一安怎讲就无一定啊，你用啊。 Q 的嘛？第一个毋是 Q。干，妈的哦！卖生气哦，你市场啊，你讲安尼，你即摆赢哦。讲问好哈。安尼袂当啦，袂当。你会当讲简单的题目，简单的题目。干坡仔，在干坡仔吗？这干坡仔，干坡仔，干坡仔，对哦，对。好，老师干坡仔，干坡仔。袂使。我相信你嘛唔知影的，来，给你机会。我看伊第一句嘛是同款是干。系啊。伊即摆一分尔，看卖使甲斗相共着。干应该是你甲提一个好啦。哦，你想看卖第二个字咧南投嘛有一个所在啊，普利啊，迄个安怎念？哦剑普，哦，剑普济。加有啥要提示？你不是已经提示了足清楚的啊？我会记是普利啊。啊，无你想一个音出来就好。想一个音哦。你问的是普利这个，对啊，嘿。我若记头拄也无拄我讲着啊。哦，伊佫甲你提示啊。啊？我无听到，我就我嘛无听到。你拄啊念，我就话普利念啥？剑普济。哦。哪一呀？剑普济。超前那变咸嘛？剑普济。咸。干普济。啊来变下嘎巴。干普济。干婆仔。种干普济。确定啊？实下确定啊？干什么？吐，你是配对吗？干普济对不对？差伤济。咱两个拢唔对啊。无好念。对啦。迄音若念了无好，就是差一丝丝啊尔。真正两个拢差一丝丝啊。干干报答。袂使。我在报答。即码要报答要分数对老师呀。来，老师。第一字，恁会当用较简单的迄个字来去想吼，譬如讲迄个伊虽然本调是第二调叫做干，毋过你爱转第一调，所以念做干。然后第二字伊叫做玻，你爱用简单的物件来去想，譬如讲三重玻、玻璃，所以伊第一调爱转第七调，所以干部。然后第三字，咱会譬如讲阿姐夫人，还是山姐，咱用简单的字嘛吼，所以迄个姐是第七调。好，所以你头前两字爱变调，所以咱变出来的是干部姐。干部姐，老师先生，有哦，咱个学着啊。干部姐，是玻璃，唔是玻璃，是玻璃。所以我拄爱甲你讲个音嘛，敢若英文的玻璃吼，系玻璃。无你拄啊讲敢客家话。对啊，干部姐，来感谢两位来抢位。我说我们要29岁，我先选 C 的。剩5秒，4、3、
2、1，请选择。时间到，请选择。七类。哦，来哟，咱看一了 A B A A B B A A。哦，老师，你的风险是改名吗？是啊，是。因为生囝无法度，我懂。得了，就该生的时阵就是拄到4、6、9岁，你嘛爱生啊。哦，所以我先去除法，好，你改啊，先打微调。嘿，微调啊。结婚是因为以前结婚是讲3、6、9，上好差6岁啦，差3岁、差9岁无好。嘿，所以我想应该是 B 啦。我唔知，不过为什么伊拢选 A 啊？不要紧，这是风险的问题。风险嘛，对啊。啊，我代志大条啊。嘿，看无定就保你，无定就保因啦。对啊。吼，不要紧，安尼我替你问者啊，福哥啊，你选哪 A？因为迄个时阵要结婚的时阵，讲袂使伫3、9岁结婚啊。哦，这是你亲身的经验。这无多。喂，是。家己的经验就对了。经验。哦，你家己要结婚的时阵，所以讲39岁，你拄好39岁袂使结婚。袂使结婚啊，所以讲40岁时我就娶别个啊。哦对，安尼好。我本来想你讲头前迄我足相信的，啊落尾，来我来问我们落啊。有结婚的哦，对对对对。有结婚的，对对。哦哇哦。你要结婚啊？你要结婚啊？希望。好来，你选哪选 A？因为我是感觉讲，结婚应该甲生日同款，种拢伫到时阵是较无好啦。啊改名我感觉讲无差。我是我个人会感觉伊无差，甲生囝，因为生囝你是无法度嘛，我想要什么时阵出来，你是无法度控制嘛，对啊。所以说你我就是 A 加 B 2个选一个。啊改名我是感觉讲，因为我有之前有改过名，迄阵嘛是刚29岁迄阵，啊是讲改迄个名我无去用。哦。哎呀，所以我感觉就改名应该是无差，应该是结婚啦。历史。C 一定是无可能的嘛，因为生囝唔知当时嘛，啊就剩 A 加 B 尔。啊，我记得阮厝的到现有人是29岁结婚，哦，无代志，应该是无代。到今嘛也无代志啦。啊，我想讲哦，改名迄是一世人的代志。是。系啊，可能有这种可能性。是。正确的答案是 C。这个是生囝，哇！B A， 拢甲看起来。B 先消掉。嘿，先消掉。帮我起失败。来，咱来看这这边有4条命。老4条命。啊，咱这边有老3条命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数字是有分卡数，就是迄个13579，啊，伊是属于用的，吼，就是较光硬的。啊，然后有双数叫做2、4、6、8、10，就是10的意思，吼，伊是属于阴的，吼，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伊的吉祥之数就是9，所以天公生会伫咧正月初9，吼，所以一般拄着9，吼，大家拢会感觉较会重返着，所以唔拿结婚呐，吼。也是迄个就是讲人生吼369的是拢爱较细致的安尼吼，啊搁要过生日啦是迄个拢爱避免啊辣条吼，咱就爱甲客户偏，袂当减。安尼，啊，搁有就是讲，这岁数咧算是算咱的岁，咱的岁就一般人华语讲的虚岁、虚岁，吼，唔是算实的，是算咱的岁。啊，其实像拄则讲的，因有朋友，就是红酒有结婚，啊，毋过目前无代志。我相信若行吼，应该嘛是无代志，因为有一寡人因甚至条工买厝买44楼，因讲是事事如意，吼啊也有人结婚条工要选酒，伊就感觉会当天长地久，所以家己迄款意志甲坚强，莫去因一寡较无好的意念较重要。